ลองจ้องเหลี่ยม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สะเต้าวันตุ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ดุ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บุตั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ธัมมั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ตัตติยัมปิสังฆังสรณังกัจฉามิแล้วหลังสิวเปไก่ตอดยำทางเหลี่ยมแล้วโบสิวเปไก่เหลี่ยมเจก่อไก่ปานาติปาต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ดินาดา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กาเมสุมิจฉาจาร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มุสาวาด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สุราเมรยมัจจปมดตนาเวรมณีสิกขาปดังสมาธิยามิอิมานิปัญจสิกขาปดานิสมาธิยามิ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หิอุปเสกแกนที่สี่เตจับซาเลปายว่าก้องจะเลพอสัตเอสูตุยลันเอปักเจลำจวนเอเก่งแฉปาลีบุญเทชไลอันจริงเลไปวัฒนาที่สวาโลที่ก้องลันเอพอสัตอีที่ชุดสีโจจะเลแข้งหลังเย่เกาก็อันนี้ชิดหุยเนี่ยลูกขวาเย่ซิมสูอย่างนี้แล้วท่านเราไปไหลอ่องเชี่ยอีไหลอ่องจองอ่องคิดใจเทอีไหลโจสาเคหาแสงอันเอกีโวสัมไปกันสินหายสัมไปอีเจ้าหล่อคิดโจแก้โจจะเลยโจบอกเก่งในหลังอันลูกขวาสังกัดเจริญนั่นสิแปดติ้งตัวจิวฮีอุกันสินกับอุจองสินอันนั้นเลยกี่วันไหลจะเลยเย่จะเลยสาองค์จองเลยสาชูศีลนั่นแหละก้องชุดชายโจองก้องหรือโจชายเอาว่าจะเลยสีหังนั่นนายชายเบสุดเบชุดนี้เลยเท่าเขาว่าไปเผาพอโจองเกียแล้วจะเกี่ยวหลังเกี่ยวเฉยกันไหลแล้วอีตับอินจะเลยสีหั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นไหลองเซิงอีโจจวนก็แกเป็นเท้าCommander in Chief tapi รู้แล้วเจ้าไม่แก่ก็อุจจาระกันสินต่อที่เสียกันสินต่อที่องค์จองแล้วอีติขี้แล้วว่ากันสินหลังกองพานาว่าก้องเปลังกาไปตู้ยุมกำวัน所以หลังจะได้เสียจะได้อะไรองค์เชียเกี่ยวกับกุนซูจุกะจะได้เสียข้าการเนี่ยตัวอันเดียวก็ชามาลั่นที่ไปยี่ห้อยโลอีติขี้ข้าทานาอีโจเป็นเท้าท่านนั้นไม่ช่วยให้ไม่กี่หวย所以ลูกหวยอ่องอันนั้นก็อ่องเลยอ่องจะได้เสียวแรงแกรู้ติดเซ็งติดขี้สิขี้ท่านนั้นสิเกี่ยวกับจวนก็แกสิอ่องโลกไหลสิอีเตจีอ่ะกุยกุนหวยกันแล้วสิอีจีกวน
伊若是要拍倒来国家，即下了了。伊安尼少年的人啊，伊就拍倒路，伊摕来做王，路参嘛。了安怎做？伊讲，看下咱来参来想看，每看，若是讲有秘密的物件，要讲互一嘴听。伊讲王啊，伊来食头路骨，甲路伊来真正小路，伊就讲互王听。特别咱来每看这样。了王讲好，听一日。特别袂正袂，伊即个死的人啊，了安尼死的人就把家甲王了。咱王是无在的人，人讲我这边我遐边，安咱王讲好，我来一日呢，即个死的奸臣，甲即个马虎沙达，甲王6个人坐伫王宫，咱点无点王拉去一个讲。若是讲有秘密的物件，咱阿毛话讲 ，any secret， 爱讲互嘴听，逐人就要讲。and then 王成讲啊，我若是有秘密的物件，若是我还有一个某真正好，伊真正饲养我讲互我的某听，逐人听了点。所以就问西那家咧死的奸臣头一个这大奸的，我就大第2、第3、第4，这死的是奸臣。这第1个就讲王的王，敢若是讲秘密的物件，我会留互我的 trusted friend， 真正好的朋友。王听点。搁一个。第2个本是奸的，不顾啥，伊讲啊，王的王，敢若是有秘密的物件，了你有兄弟啊，这个兄弟啊，伊本是真正好的人，伊真正顾你的人，真饲养你，为人兄弟啊，甚至感觉咯，饲养真正熟你顾你的人，会使讲互咱的兄弟。3人讲3项了，第4个你讲，王的王，敢若是真正秘密的物件。我爱讲互我后生大后生，and then 过一个，迄第4个死的奸臣呢，伊讲我若是有秘密的物件，我头讲互我阿嬷听。了他那来甲咱的这个菩萨呢，毛萨啦，安怎秘密的物件你要讲互嘴听，安怎毛萨啦讲，秘密的物件袂使讲互半人听。到这个事过了，无秘密了，才会使讲破互人听。安尼只会讲呢，王变面，无欢喜的面。and then 转去看西那家分看王，2人有八角了。如无我甲你讲，你这是奸臣来的，伊把这是要拍倒来王宫了，赶你出去做王了。了安尼了，菩萨看到这条问题就是要来试验我的，所以伊知了，这个正着个要成事个，那就安怎做？伊看了无好事了，伊看咩小事甲王走出来，这小事狗出了，佛教的点声是下晡神夜了，日头伫落山。and then 王宫的外面出来啊，有一个马犁真正长，9日定茶是算10人才会压起了才会咧。所以马犁啊，逐过这个死的奸臣，逐过去见王了出来，就坐伫遐边马犁头前，啥讲啊？下川参详啥物事安怎样？了才对。所以这个菩萨一个出来王宫呀，伊会并尾有。伊叫伊并尾开起来，伊钻入那边，钻入到那边咧马犁位，伊住伫那边点。and then 这菩萨就出啊，死的奸臣甲王伫参详，安怎做啊？我有甲你讲无王，你看啦，伊的秘密的物件无互半人知，无采你直生意，那伊你无互你知，所以伊玩巧的物件，所以。王本只相信哦，现在家安怎做啊？我就直生意起来，他安怎做啊？哎呀，安尼
安尼济人啊，这官无一个顾啊，是愈一个顾啊。后来先生讲，安尼如果要安怎做啊？毒好死，刣好死。有影无？有影，就要刣，我唔敢刣，唔敢刣。这先生讲，妈在我刣。安尼刣了，王讲好，那我互你我会剑，王可以剑。所以若是刣这个人无事，王会剑。所以讲，妈在天光早去入来王将，你大伫后面剁落去，王会多，欢喜啦！这个死的干净，哈哈，成功了，成功了。咱就为这个人无敌，他那有影王听咱的话了。所以，忽一暝王转去，王将转去下某的位。行来行去，人讲啊有看心了，无虾米会困。了点无点嘿嘿餐，了又无分过。王喂，虾米事？你今日俺讲我看你嘿嘿餐，了伊个secret流出来好无了。My dear， 一路这毛沙当毋捌想着我，伊真正高啊！但你今日因为我听这个诗的呢。害人讲甲三拜，我所嫌疑心起了，看那我就我会多本好一人，叫一人马在夺这个马虎萨达菩萨死，人也无看，安尼点声你可看袂用，这路人大啲出来本是像安尼，有当时啊，若是大部人对来面后面吵，你若是要欠用虾米，唔通甲伊开喙，还是你唔通胡雕的时一定面后面吵。伊有火来，你就出水；伊火来，你出火，袂使。所以无分讲的话，王的王，错是错去了，你生伊家他那滚火的个手，到滚火的个手了，你安怎做啊？抬就抬，无你看体个势，马路来也困，后来我无分讲应该抬分抬，所以困了花了。所以当时大部人若是激心，嘛是啲激气的事啊。虾米时候激气？头家无好啦，哎呀，歹命就是啦，这头家死头家，你阮斗命咧头家，恁咧话还是阮会困。你讲，安怎你自己敢唔食头路？你自己敢唔压落个人？好是无问安尼，咱就会到甲无事，我嗰啲讲无事话，唔对，你顺的事，你看伊无假呢，所以。这万了久一看，哇！我某分讲应该抬，无要紧啊！后当我做王就是甲讲我某分讲应该抬啊！不要紧，这下一困，就困了你记无？也某有讨个王讲，虾米点声我会使按达过互我小弟，安尼伊救着伊命，所以他们互伊过那边下批，唔通来啊！我在你甲不拉要不对呀，种这个菩萨。在，伊有讲啊，天台无困，天台看有虾米物件来无？有影过来了，开看，哦，要抬我，特别是做病头了，老咋？到伊只做病头了啊，伊有一辣了，所以呢，他那我讲就阿未够来做短期险病位，你猜无伊迄马里就起了的时，咱就菩萨头面啲会底。咱迄个死的出来，按死的出来的时啊，坐伫马里讲咱的机会来了。咱死的门啦，淡仔你讲啊，你讲若是有秘密的物件，要讲互你好朋友听，有虾米秘密咯？死的真正亲干就是干的亲情，了这先人甲讲，他那我讲你听啦，你人三人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讲你听啦。大啲不干一个歹查某，伊有时袂使叫歹查某，伊叫葛德森来招待查甫的人。有些你真正好嘅，有时你伊招待你一暝一日，你好着500、1000个啊，所以真正好嘅。那伊去找着这个查某了，伊个查某的金气啦，不连一粒一粒，伊看了伊流汗，咱伊带这个查某去伫一个所在，买来伊看伊查某穿甲金当当。迄个所在无半人，伊做这查某死，伊讲我系金，迄个查某系金气，
他那我下伫大陆一位，我唔敢举对，安尼他那人伫找咧查某找无，所以一个是叫做恶了唔对了，做头一个讲，你讲你虾米啊，逼啊，虾米物件，一个讲出来。第二个讲呢，我时时甲你讲，这第二个是不顾啥，伊讲我呢 actually 啊，我有睇过有两号，你知啊？即我做了滚出我知，一个是叫打咩，一个叫打诶。打咩人看伊鱼啊，高高片康大大诶，啥人讲细片安尼，了这边红红，and then 伊手碰碰弯弯，and then 尾来红了碰碰，出汁流水，真正刺激啊！了烂，甲有当时一支诶，这个骨架流落来，这个是打咩？嗰就好大诶，伊叫 anesthetic， 伊一打。伊打上个3百条，特别白条你抹白条又好，这个你抹未好几年，安尼你看伊这个直打，安尼你看你白条伊你用物件去动伊唔知，未知听，所以我人有当时安怎做，我人验拄看，有听无听，有听无听，我人知了是这物件。安尼本老滚厝袂使讲，这个是太高，伊就要摕刀烤了摕伊个夹了去下有水了也风镜看到太高的针，把你才会使讲，这个是太高。你来打你讲太高，了人是人不唔对，嗰个人会死 ，claim damage， and 政府就了。我好名声，你去讲人听我太高，他那无人讲我民达马路。200千、300千，即我假如人敢播，这个那是人讲唔对，你输。sorry 啊，这个是咱讲经，我每一半时讲淡薄，人人愈听愈搞。所以讲我啊是 right 大的太高，and then 昂个真正来咯啊，伊真正爱慢压个我，了有当时啊，有时伫到伫参详树的时啊，你在昂江那边夹白，了这个。昂有时倒伫夹白，了那是这个啊，不顾啥啊，伊打迄个太高大伫拔下，了有当时昂爱倒伫拔下，了就那惨啦，讲哎呀我歹命虾米，对爱倒伫伊有一搭太高的位，伊讲那是昂知讲我太高啊，伊倒了我就冚透命，伊走，我袂要紧走，伊就塞我出，赶我出境，但你这条太高啊。这帮有病，安尼我讲啊，到有虾米病就要讲互啊，咱的小弟，我小弟大日是写互我，你做互我，所以我是小弟知，我是 secret， 我是太高的人，所以我是小弟唔捌互人知。个第二个啊，了你呢？啊，你讲的怎声？你讲太高，安怎样？太高就要互就知，啊，互囝知，安这。高明达，第三个，伊讲我呢，真啊来咯，搭月日啊，对伫15个时，我想要入几个呢？了我若是入几个时，我唔知。伊这边有讲啊，伊只 Goblin Nara Dewa， 伊是一个蛇，渐要入伊，按逐月正足要用咧月关个时来。安尼若是去的时啊，伊养好像个迄个山狗安尼，呜，啥人讲分咧？咱迄只会点声，伊袂去，大路，伊就要大啲出来去养。咱你知无？我逐个我讲啊，就要讲互囝听，我的囝知，讲我逐个这个15月关的时啊，我要钓这个了。我的囝逐个虾米啊？搞安尼点声，伊叫个朋友来铁头 music， 乒乓乓，叫人家讲在砰砰，无人会听到哑巴，所以月日我会囝做安尼啊，就是要看紧啊，无但就等安尼声，人问虾米物件出发数，所以我讲必的物件会使讲互囝听，了个一个讲，第四个讲啦。
我讲必必的物件，会讲互阿嬷听，因为虾米事？因为这个王，伊有一粒宝石，真正大粒的宝石。像讲前几回就我讲咧哪个咧灵王，伊有只宝石啊。伊讲我有一个宝石，这条宝石是天公互我啊。王的阿公，我王的阿公是一对古沙王，人看咧恰事的啊，恰事讲伊伊来出事做王，伊无看到伊本实际的。你人听我前下古捌讲一安尼故事，几若日吧，你才讲会了伊故事。我天公互我王的阿公，他那这个王无门去大陆，我头摕互我阿妈。因为这个宝石啊，真正来咯，你卖虾米，你赚虾米。咱你看啊，逐个我去王宫啊，王另外互我加几若类，互我去做虾米物件。咱王另外真正西洋，我看着我娘娘常常要甲我讲话，因为我嘛渐渐这个宝石有伫手，渐渐讨甲这个宝石，讲互我囝一直成功，一直成功。所以这个王的这个叫做萨甲是天公的这个宝石，我头摕互我阿妈。所以菩萨到底会得听个了，听个了安怎做？这个马仔早起娘娘要来抬菩萨了，伊讲啊。规暝王伊未困，未困了就无可困伊个可以困，就困了马在天光早那四个来到啲王宫的门后啲天台者，特别因为这个王鸟有按道咧过那边有批讲啊，你唔通来，你人就要斩你死，所以无落去王宫，伊做上个阿嬷话讲 curfew 戒严。规个国家的兵，这边兵炸，那边兵炸，这边兵炸，那边兵炸，然后伊做兵头，伊去到落规吨的过伊，所以天台到规日无来，早起无来，然后尾来做甲较日到了的时来，然后王大楼顶看到，咱伊行去看到王，伊行礼甲王，咱王笑。这个人若是讲啊，伊是我的元首人，伊唔敢，伊无行礼，今日你看伊行礼，咱都就入到王宫啦。王问伊讲，虾米事你早起煞无来？你是惊虾米物件？那人讲啊，王有人是戆直直啊，佮你惊虾米物件？啊，讲原总我咪惊王，我阿嬷讲了我惊哦。了伊讲啊，王的王。有无你讲啊？若是必的物件，袂使讲互一嘴听，讲互无知。了，我就是明白，我阿嬷讲安尼，我无来。咱往越头看无，再讲正少是无流出。咱菩萨讲，虾米事你看咧无？你认识咧无？去行界咧无？虾米事？这个死的嘛是你看。那头一个讲啊，必的物件讲互朋友听，因为伊有讲出，人讲鸡面密有芳，今日我知伊的必虾米物件，伊提死了咧查某，因为咧进去伊收伫大陆，有影无？袂骗，定了。咱第二面，这个讲阿咩啊？就要讲互阿弟听 ，brother 听。这个你另外西洋大概爱倒啲篱笆，你倒啲迄篱笆，你去看下迄篱笆，你看泰国的药有影无？有影，下苦。第三个，你这个人讲啊，这个物件讲互囝。这个人过15月关的时，你看又来王宫无来，伊个厝 music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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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鬼，有影无？有影。这个讲啊，会使讲互阿嬷听，
什么事？你咧补足，去到路你看，头天话阿妈甲伊知呢，阿妈小囝，阿囝就是成功，所以死的掠去卡骨，掠去卡骨个不要紧啊，出灵讲啊，说几个福间，大啲死菜路说，互正人听，讲拢总是汉奸来。按这个死的，就咱去看菩萨是无相，就菩萨就请咗安尼呀，伊讲王为王，这个人啊，这死的啊，做工甲你安尼久，唔通写伊人无罪，按写伊无罪，就人你到啥我拖，可以写伊人无罪，咱王因无罪个好，好，唔使咧，互你做奴才。所以菩萨接受这个死的做奴才，特别随接受，随随讲我帮你，但面是我无爱你的奴才，要帮你，就帮了。王讲，假如帮伊安尼恶的物件，赶出境 ，vanish， 都本菩萨你看，安怎人安怎对啥对待伊安怎无好，伊无一个，就安尼心吧，你才会做菩萨，你看。破个王喂，爱有情，伊人故事我也未来是一直教你国家教路，今日你来安尼哦，凊彩互人，原在互人不做工，互伊食心咯。and then 王看，哎呀，这个囡仔少年是少年，你看元首人本以前啊西洋，了我就无甲伊元首，我渐渐去互伊物件，伊本知安怎会讲伊是甘心要来请王姜。所以伊就安尼去迄一日呐，伊才真正完全相信咱的一个菩萨。and 迄一日起，这个死的福建的再来讲，上甲蛇，伊的喙齿弯去了，无喙齿通夹了的，所以袂做了。这个死的正做一个了，袂。这袂了啊，他那就是讲王姜啊，王落来是咱的菩萨一个呢。这个国家要胜利也无胜利，是伊的管个了。伊就係安尼就知講，哎呀，我的責任他那安尼重。then 啊，我就要設計啊，我的國家唔通失敗。你團同印度100空路的國，100空路的王有國家個了。虾米點聲會有數？這邊會記我這個菩薩的故事，甲了是真正較早古早人的歲數是幾若百年。佛教的點聲有這禽獸會講話，這個菩薩有持這隻因果，這隻因果照佛就講這條經的是正阿難尊者，伊啲落來做因果照來做個。这个菩萨，这菩萨持这只因果教，每来这菩萨叫讲，你去四川飞印度一个国家去探听，看有虾米物件无 ？and then 就安尼一帮这个教，这教每来去找着一个国家，这个叫做金朱兰呢，了有一个军师名给我打。伊这个因果教去听到这个物件，了走背转来，了才讲给国王听。所以他那安怎做呀？到伊要来担这个国家的责任嘛，伊起这个社门真正多，真正用的社门，这个死角角是这个饲鸟王大的所在，上甲咱的这个。中國嘅萬里城，特別這個伊是一個福建人啊，一個真正大嘅市場。這個伊啲起這個是啊，那邊嘅這個城內舊厝甲了一拆，一做新用。咱向邊那邊市場伊大嘅收水，若是講啊，有若是燒飯，唔使驚無水那邊。伊。張經當中伊叫直蹲在切，伊這個阿莫話講 preparing for war，這個故事本是啊，第二個戰術啊未成嘅時，
真正济路人少年家唔知，或者我做工了，大啲落军厝了。你要 prepare for war 时，你看，大人吐丝 baby 来烧，两个人落军厝，直直买药，直直买药，直直买药烧。有会呢就买，有会呢就买。所以这边话，伊国家伊本就是预备，食真正要紧，水真正要紧。and then 这个马虎沙达就叫在。伊个国家若是讲啊，住伫印度大山，即个人信，即个成讲人伫坐山圣人yogi 个了，若是来伊个国家，伊请来问讲你大道，你讲大印度大山 ，and then 伊叫人，伊讲来听，你若是要来个时，逐个你若要来，我人就王将，你摕大伫印度大山个即莲花个籽。了，即莲花诶，即个虾米隆重，一头毛本爱，一头毛摕来了，我人拍，我人咩？因为遐边诶印度大山，物件若是讲啊，伊是自然诶物件 ，natural fertilizer，你即个摇咧米子呐，噗一定即下呢就成功发了。所以伊叫即圣人摕即莲花诶物件，佢了来，头毛本摕来。安尼人来这个市场内面来做生意，伊本做朋友。伊讲你倒落来，了这个人讲我带这个国来过一个生意人讲我带伫这个国来，拢总伊接受，安尼拢总伊问讲你国王名虾米？了伊人讲出，你国王真正输甲虾米物件？ and then 伊写起来，拢总这个国爱虾米？这个国爱咪？这个国爱咪？这个国爱咪？ 所以将来这个是虾米人？一直问，要预备把日那是要烧饭呢？伊隆重，伊照教，伊栽个了。and then 未来伊训练几百个这个伊兵，伊会相信的人，训练甲伊搞了，叫伊人去在外国，在一个国，伊阿莫话讲。 He planted spice 人话是叫偵探是无？啊，偵探一下，笪位一下 ，and then 伊學蝦米啊？伊問了，向邊個王愛蝦米，蘇格蝦米？伊安達這個 spice 時啊，伊安達好嘅物件，像王用嘅刀伊學，王記嘅無蝦米嘅伊學。 王穿嘅虾米衫，虾米咧一號，伊送甲了達類嘅物件。特別這個衫內面啊，甲這個武劍，甲這個王穿嘅蝦米物件，攏總用嘅物件，伊有做記號。伊個記號就是係伊個名，無照子看無。and then 呢是 from Mahusada， 所以攏總一號。 王想偵探一本下落去，攏總安尼一直預備，咱掂無掂伊這個伊放伊這叫做英國鳥，這英國鳥去聽到一個所在，這個所在叫做烏達拉班加拉，遐邊有一個王名朱拉尼，這個朱拉尼伊有一個強人名加瓦達。 這個強人啊，是正，大啲這個咱嘅實達道太祖來成佛嘅時，伊是咱嘅ದೇวดา伊某嘅個元首，所以來做香檳國嘅軍師。這個ದೇวดา講嘅王，我真係愛做路啊，全音樂第一大王。 了，这个伊头家问讲，你安怎会做啊？接近全音乐是第一个王，你安怎做？伊讲我会做互你，安怎做？安尼你伫讲这个时啊，伊人伫华回，王甲伊军师两人，特别这英国鸟大伫顶面伫听。了，伊讲虾米？王，睇咱训练咱的兵马，咱拍隔壁国。 你的兵马去了，拍隔壁國，了我呢來去啲後尾路，講互你王聲，你無用拍伊啦，伊兵馬預備甲安尼拄了，逐項照到，
你若是第一好啊，你导航了，你个原在做王，特别你是外衣呢，你的所在，你原在是王，特别若是欠用你就要倒卡手，了你人若是拍你，伊本来倒卡手你，所以人讲安尼好啊，我导航，所以两个了，这两个合落去拍第三个，本是安尼咯。第四、第五、第六，拢总101 101件，搞了67年，可以拍到，就可以拍到了。伊讲啊，到咱是拍到这个了啊，咱就做一个啥种一个留住的日子，叫拢总的往来，大吃大虾米 celebrate。庆祝胜利，and 佛教嘅音聲係獨要或者昂斯嘅了。人當中就是全路一嚟做昂，全印度都做昂。特別這個馬虎沙達嘅昂啊，經米吉拉伊唔敢動，and 這個加瓦達再講馬虎沙達太厲害，伊講伊是一個小國。未談伊無要緊，即個100空一個咱做好事了，咱當音樂就是路了。所以看有影的人招對，招咧用外招來講了伊這邊大預備了。做7年內面拍到攏總會100空一個 ，and then 嗰一日。要来系毒药或者昂流热，要来食。这主人呢，甲这加瓦达就是要来好，所以做虾米啊？开一个大会，真叫水哦！哦，100空一个昂，按达达了昂街所在，昂店，带个河山，昂个河山，带个河山，100空一个。主人呢昂街的东岸，按这边50几，这边50，真叫水。特别你看菩萨啊，伊听着安尼心，这个100空一的王啊，我无救袂使，我就要救。你看别人的国，别人的王有事，伊是菩萨心，伊要救住啊。所以安怎做？伊派伊的这个会记我，伊来出事的时啊，这个拢总甲了几哪个正清的拢总来做伊出事病病。and 佛教的这个甲了讲总是正下古就做好的人，拢总真正有力的人。and 参加几哪病病10清嘅入去啲喺邊，了啊個，他定下晡要食請日頭嘅時去問，到落一位我嘅經米吉拉，即個馬虎沙達嘅頭家，到落一位要大，即個王就要大啲啲，就咱呢個隔壁，你袂使下，你人問講，你王是蝦米名？所以講安尼名。我人伊个名无，袂使大，我无好你食。了伊这边的兵兵啊，啥做笑，跳来跳去，嚷来嚷去，了这酒红，一个讲我破，我的头家，我人的王无摊来参观，你人的这个胜利的这个老抓袂使开，所以狼，了这猪家拢总啊，拢总一车好多牙刷呀，拢总袂食。所以救着这个100空一个这个王，按照我自己拿这100空这个王，甲这个主人呢，甲这个个唔知讲是人救着伊啊，个来去起哄啊，讲死鬼我人这边老热，你来做好我人无贪食无贪老热，安咱都唔甘玩，我讲叫咱来去拍那个啊马虎沙达的王，叫来去拍了。这个一军事给我打讲唔通，香槟王是不要紧，迄个王是未晓半项，香槟的军事是名马虎沙达，伊是厉害的人，太冷的人唔通去做。特别这个主人呢啊，注意了100空一王，了伊一个国，安怎我人未拍呀？土死拼去，做这边啊，伊真谈直直吃。将去搞个道路所在，马仔搞个道路所在，直直加声，按啲香槟一直预备了。
这一比了教到向边的时呢，该几日啊教了，按佛教的时教到这个米吉拉那个国家，就看到的时啊，一教的时是暗暝，这暗暝人看到，哎哟，水白清的平白，按达咧有一把火一把火，按你看，这个王甲迄个死的军师讲甘心他那乖了啦，看到呢。伊人知讲，这个就咱呢平白，甲了这边来，要来为这个国家了。安尼看到啦，哎哟，平白安尼一枪啦，白啦，拢总甲了糟糕。咱一开看，马在咱拢总马地，才叫死的，达达咧惊。马这个啊，咱的菩萨，你看，会记我好几日。顶两礼拜我讲啊，人若是讲有福气的人，伊袂虾米就是成功的。你人看咱做人真正来咯，有当时啊，若是有福气的人，伊想讲我若是会第好，我有安尼物件，安有影安尼物件来，安尼做拄讲我伫想呢，这个就是讲伊有福气。那有的人讲。第好，我若是讲有着买票啦，或之类呢。特别迄个是 daydreaming， 特别有福气人，伊若是安尼想，伊成功，因为虾米事？拢总胜利，好似我讲10号款的胜利，对伫倒落来，对有正福。人若是有正福，有保持，有虾米？伊所爱的物件所谈。咱若想看这条经，伊是菩萨来，伊伫保持的是。老好不到要食囝，伊上古跳落。咱人吐目睭，伊乌目睭互人。咱两只鸟，一只大只鸟伫对这小只鸟，咱这小只鸟来下你的手，咱这小只鸟直直吼救命救命。咱伊讲叫你大只鸟，你唔使食好无？这只小只鸟呢？讲我若无通食，我死咧。你若是救这个小只鸟，你害我死咧。你看伊做菩萨，伊保持无啥讲，我互你别项肉会使袂？别项肉我袂咧。若是讲别项肉呢，你的肉我会啦。所以王讲好，你讲出了啊，我的肉会做安怎做？伊叫甲了来，举一个钱，你叫人家钱，这小只鸟徛这边，这边伊举刀刮伊扒下的肉，系咯。叫一个肉佫袂重哦，抬一地，手本抬一边本抬，所以你看伊的保持无相，所以啊，到伊的福气安尼把啊，伊爱安怎成功安怎。你看伊看到这平白啊，伊讲惨了，王讲惨了，马在达人死了，特别这个菩萨看到啊。一点惊本无，到咱们咧平白啊，有一个查某是真正牛的，这个牛是啥物？就咱尼阿嘛，就咱尼阿嘛是牛，咱福建的再来，伊捌讲一条短短的故事，安怎一个老查某安尼牛？为虾米事？伊讲有一过音乐，有一个怪久的人，伊要过一个港，伊的手举100尺。嗰一木镜的杯，嗰有1000块的地啊！来个港的为了啊，行路落去到甲深的伊袂过了，伊才讲啊嘛，出水若是会交骹手我过这个港啊，我要互伊，我爱的物件，我暑假要互伊这个3项，我互伊。我暑假要互伊，我互伊。一个人有影摇落，就看咩去拖伊，安怎就真难安怎过晓手跳落水拖伊过了。你讲哈，他让我带你过，我的公路来。你讲哈，我有讲安尼话，我讲我说，我要互你虾米？我暑假。所以我贪婪要互你100尺，哈！
我救你命，你要给我100个切啊！我若是无好事，我死啊！大家我命搭落你切呢。特别我有讲啊，我要好你，我爱我暑假。你要救我，你唔通救我啦！啊，无你买切嘅话，你接目镜嘅背都爱我。我买我背嗰啲1000块。And then 你查啦，大人讲这个人对，伊有甲你讲，伊讲我要好你，我暑假。他那伊好你这个你就听啦。所以这个查某这个王鸟王的马，你买来，伊本是做一个法官，伊心事讲啊，你物件啥物件，我物件啦，100个切，伊讲系落头卡。这目镜片啊，喺落头卡，这边一包荷包1000块，了这查某讲，这个3项你暑假到了1项，我暑假这个类啊，他那切这类，你大妈讲的话，我要好你虾米我暑假，你听好我看，我要好你虾米我暑假的物件。他那律师家这个女，你就拿这个女好这个人，所以人看这老查某真正搞，伊用一路，啊，那人救着这个查某，救着这个人归海的人欢喜啦，大人讲无人会晓笑着安尼。啊，我讲 ，if you what you like, I want to give you what I like. Then what you like is this money, so you must give this money. 所以你看这查某真搞。按这个查某本对来哦，要来拍这个国家咯，所以啊，会使讲要我正迷恋的人，四面东南西北，and then 你几啊把千的火看了本件，特别好势看着。Don't worry on， 我会赶只乌鸦，上个用把刀赶乌鸦，哇，喺度走，你唔使惊。Enjoy， 你讲老咗 ，and then 你讲安怎做？出来呢？伊讲个昂声，出嚟啊！叫大人大啉大唱啊，跳舞啊，dancing 啊 ，enjoy 啦！让个滚到你makan busa all at my cost， long 中我打 foot the bill。你要食几红的酒，我出钱噶了。你人要跳要唱，虾米要食？买 bill， 伊叫是大富翁了，伊是commander来了。And then 安怎做啊？哎，一只大只大咧大老雀，俺这就让你妈在天关要入来，阿妹搞了，要要听声来，剑会关个了，俺大人伫跳起，音乐伫拍，咱伫来伫包围，讲唔是空头咯。这个是唔是啲惊咁声？这个啲 enjoy 啊，啲唱啊，并咩啲包围了个 enjoy 伊人个啲唱啊。这个无牛官啊，是咱入去当中是 trap 惹到咱死，安怎做？唔敢，所唔敢入，唔敢入就安怎做？就安打 spy 安这 spy 是最佢哋故事是只冇杀得安打 spy， 伊安怎去做甲以前搞了，我唔相信。讲王威。我人有入去，即东南西北的这个城，伊有边啊有一条小路，和百姓人出入。安尼讲，迄个百姓人出入嘛，小台的时人无拍插，迄百姓人有时要欠用要做虾米，伊人要菜园，有时要去搬啊，要起来，伊人无拍插，伊人是要了王俩国家俩，所以讲我人有入去后尾路去看。安尼我人问，安怎路人安尼戆啊？王都包围了啊！这阿咪18个 grade 阿咪啥，18个 division 甲了去包围路，你安怎路人嗰啲唱嗰啲跳？了伊人讲啊，我王安怎啊？伊做囡仔的时有梦就讲啊，有一日啊，这个107个王会来，会掠着，and then 伊会放生这个王了，会滚到你。伊讲听着这个一梦就要成功了，所以听人要啥讲 celebrate， 要庆祝这个
胜利。按这个正谈去讲安尼，相边就咱呢王就听了苦口会到，伊按达这个 division 去拍，特别这个 division 拍最错咯，是这个 spy 错咯。伊讲我人知，大陆一位伊的兵较济，大陆一个兵较少。and then 伊去这个城不要紧，城的外面伊这大江水土梅，and 那边伊放无呀真呀济，无呀甲这个钦抓，真正济只伫那边。and then 这个正他们讲，带伊人去伫这个大陆一位第一危险，伊人去了这去了拢总这个未过，迄个未过，无呀抓。and then 拍到对啦，拍到你来才讲个就咱呢王的王啊，心动那本未过啊，未入就是未入，所以安怎做啊？这未入了安怎做？所以这个就咱呢王就问一军师，军师是给我打安怎做啊？拍未入啊？你讲啦，干那是未入 ，stop 伊人这个唔通互人压水。这个水唔通互人入去那边，特别这边嘅讲 stop 水啊，拍算讲要 stop 水，这边啊，伊会 spy 那边加下钱下入那边，而且下钱那边又系配了，看那伊个路就是要挂这水路，而向边呢安怎做？在库下面，伊人有在土梅会记在圣经册来在土梅，甲这个莲花的笔字，直直压。哦，万一姑娘攞三斤啊，起到大张水水啊！你这边直直满出金出那边啦，路人不到要无啊，那这边有莲藕啦，这边有莲花啦，点入一点，and then 这边个咧摕去互王看，哎呀，这莲花安尼水，这安尼水，伊讲我给我啦听，你看了这物件，伊人咧食甲未啦，直直点出来啊！你睇那边叫金水，那边上面水高下切。安尼叫我来讲，唔通金水咯，未使咯，所以安怎做啊？茶未使入，所以无人就煮食就惨了。所以这金茶呢呐，上边那边下钱个起讲啊，这个茶了哦，所以我那边直接点只茶出来哦，哇那路人有够煮饭哦，那这边点，就看一大吨的这个茶呢，这叫我啦。你看啦，茶真正济啊！伊人用甲未了啦，就的直接按打来啦。伊人甲了好好的真正济啦。安尼叫我来讲，安尼未使金茶了。这个安怎做？小台这个是叫做 Battle of the Law。伊人这印度小台的是有当时啊，伊人唔是用军火台，伊人搏话。安尼你若是输了，你就跪咯。到你跪咯呢，你是算输了。到这边。后礼拜啊，我才发咯。咱都看，白日都看伊啊，一个国，伊拍到较了隆重的国。到这边我刷了后个礼拜啊，所以咱回想，伊当命也只能好度，sukita hontunya tayo，伊当命也只能好度。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o kita hontunya tayo ita wakta caam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a sabe buta anu mudanto sabda sampati sidya sado bawatu sabda manggalang rakan tu sabda dewata sabda buddha no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awatu sabda manggalang rakan tu sabda dewata sabda dhamma no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awatu sabda manggalang rakan tu sabda dewata sabda sangk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tung kilong chong平安